們這個倉庫是真的還挺大的，這個還真是。这是去年新建成的。新建的。嗯。就是这几个坑的土样都在这儿吗？应该都在这儿吧？都在这儿，都在这儿。就是你们取的所有的填土。对对对，目前3号坑到8号坑的土样都在这里。哇！天哪！那看你取的哪些号呀？哎，我在电脑上查了一下我们的编号，我写了一下，就是给的编号还是挺复雜的。前面的就是这個我們劃分小方格的這個序號，帶圈的這個序號呢，就是我們劃分的層位。這邊的1就是第1層，下面的4、5分別就是我們所畫的第4層、第5層。後面有這種羅馬數字，代表的是我們發掘的深度。第1就是10厘米，然後第2呢就是第2個10厘米，就是我們每10厘米作為一個採樣的單位。挺複雜的，挺複雜的。就是這個都是就是坑裡的填土，就是不涉及灰燼層那塊。不涉及灰燼層的，灰燼層的應該在就是另一個湖房。這真的是推翻。我能問一下，你們這個二維碼是拿來幹嘛的嗎？二維碼能掃嗎？這個還挺沉的。一次少拿一點，我還具有分量。那你们當時就是發掘的時候，是全用手鏟嗎？還是？這要帶這麼多夠嗎？哦，可以，完全可以，已經很多了。但是完全可以，完全可以，真的是已經很多了。一般它其實用的一次樣品量都幾克，很少。幾克就可以了。但是我建議你們也不要真的給人家單位幾克，萬一就是我第一次拿的樣品，就是那個就有點混填土的那個，就連2克都沒湊夠，然後我就很擔心給你們做壞了，因為做壞了它沒有彌補的這個可能性了。謝謝，我們在哪兒簽字？這兒有一個接收人。好。我們這個袋子好大呀！其實這些真的是挺多的，綽綽有餘啊。好了，拜拜。就是寫一個初步的結果，但是只能說給你們一個參考。種子也是同樣很少，就需要進一步的解釋。